紹新旅行團番外篇，今次帶大家嚟到首爾體驗韓式攝影，連化妝整頭，效果到底如何？我哋一齊去睇下。今次嚟到呢間位於江南區嘅影樓，攝影師有一隻好可愛嘅狗狗。Hello， good boy。一去到，攝影師會同我哋討論一下攝影嘅方向同埋要求。換咗預先揀好咗嘅衫之後，就會整頭同埋化妝。化妝師同埋 hairstylist 都非常之 nice。既然要陪個女嚟影相，我梗係唔執輸玩埋一份啦。成個妝化得好仔細。我嘅眼睫毛比較短，所以佢都有幫我連一啲假眼睫毛上去，但係連完之後效果非常之自然。連埋攝影師在內，成個團隊都係全女班，影相時唔怕走光，方便好多。影樓仲有一個好大嘅屏幕，可以即時見到影出嚟嘅效果。影相嘅途中，化妝師同埋髮型師都會睇住個效果，幫你補妝同埋整好啲頭髮。女影完就到我啦。至於黎先生就等到瞓着咗。第一次體驗影相嘅時候有吹風機嘅效果，影出嚟又真係唔錯喎。我哋2個人成個流程連化妝整頭大約3個鐘，每個人大約影咗100張相。你睇下個髮型師幾咁細心，逐條頭髮幫我執啊！至於個 package 咧，就係包所有原裝相都會俾翻晒我哋，再另加4張執咗嘅相。呢個時候就要睇下最後嘅作品啦。每個 package 要35萬won，我哋就好滿意出嚟嘅效果啦。唔知你哋又覺得點呢？今集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